台电核三厂的2号机即马已经正式停放，也毋过有民间团体煞指出讲，昨暗的这烧土团的甲天然气的是会当讲放规暝，惊污染会愈来愈严重，也烦恼会欠电。台电是表示讲，这个空气污染是袂增加，也若未来的供电呢是有其他的电厂会当来替补，所以毋免烦恼无电通用。准备演请出来，台电核三厂2号机17暗时正式停机除热，停机期间可能有清气的白色水汽排到厂房外口。台电表示，这是正常现象，毋免烦恼。暗过民间团体气候先锋者联盟指出，核电退场了后，燃煤机组火力全开，烦恼空气品质变坏，也增加得到肺癌的风险。风跟光都不好，不是很好的情况下，你全部都靠火力啊！会不会在未来你在空品不佳的时候，你一样是得要火力全开？就是我们的肺癌特别的多了。那过去有研究发现呢，台湾的肺癌呢跟空污是息息相关的。根据台电各系统发电量显示，核能退场了后第一日到10月下晡5点，燃气燃煤2种发电机组占比超过70%，用甲发批评台湾废核家园梦想达成，但计算是专门承担高电价高碳排。不过主张台湾应用天然气发电减碳学者曾炳杰认为，台湾地热人济，那核载辐射外泄会对环境甲居民造成真大影响。那像核二厂做出以后，它台北市土地是71%不能使用嘛？对，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，它对核能机组对台湾来讲是一个不可以承受的重。我们有4部大型的机组会上来，它总共的量有480万千瓦，核3厂一部机除以才只有95万千瓦，所以整个供电这个情况其实是无虞的啦。台电强调，台电火力电厂空污排放量已经大降70%，而且今年顶半年，大潭电厂7号机甲兴达电厂新1号机应完全满载调度测试，因影响热天接放用电需求。下半年一个兴达新2号机甲台中新1号机上线，加上供电甲风电陆续加入，毋免烦恼欠电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